今次好榮幸啊！我哋能夠做得到呢個 SSM 518簡約公屋呢個項目。呢個項目係能夠俾咗一個平台俾我哋，令到我哋班同事，我哋同埋同房屋局，同埋同建築署一個好好嘅合作，能夠成功咁樣做咗一個呢係全香港最快建築時間嘅一個項目。咁其實最緊要嘅就有幾樣嘢。第一嘅就係我哋因為呢個項目係要求呢，就要完咗工之後可以拆散佢，可以搬去第二度用嘅。第二個要求呢，盡量嘅 full MIC 嘅模式去建造呢一個項目。第三樣嘢，我哋公司再加入一個元素，就係 MIC 同埋 MIMEP 嘅電梯嘅建築方法，所以先係能夠我哋令到我哋整個項目嗰個建築期係縮短咗好多。咁我俾一個例子，就係我哋將最後嘅機房呢個 module 放上去個天面上面之後，喺30日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驗電梯㗎啦。呢個係從來喺香港都未試過嘅，好榮幸咁樣能夠得到呢一個獎項。喺呢度呢，我真係要多謝，除咗我哋一班同事之外，更重要嘅就喺政府、房屋局同埋建築署嘅大力支持，先係能夠令到幫到香港政府同埋幫到市民，能夠早一日可以上樓。我認為今次簡約公屋得獎嘅關鍵係我哋嘅 Full MIC 全模塊化技術。構思全模塊化技術其實係可以追溯到我哋喺2018年開始研究 MIC 嗰個時候嘅，而當時我哋係沿住呢個有核心筒呢個方向去做研究嘅。咁喺個過程裏邊呢，我哋係做咗好多不同方面嘅研究，例如我哋做過矮層嘅中轉房、MIC 嘅浴室，亦都做咗我哋 MIC 嘅天橋 lift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呢，咁我哋獲取咗好多經驗，而我哋喺2021年就接咗月明村松月樓呢個項目。咁我哋再進一步增加 MIC 嘅元素，例如我哋將走廊板結合埋一啲機電嘅喉管，做成一個 MIMEP 嘅模塊，亦都將樓梯變成一個獨立嘅 MIC 模塊，甚至我哋將原來應該係現場構造嘅電梯機房變成一個 MIC 電梯機房，我哋只係需要用咗半日嘅時間就安裝好啦。就相對於傳統嘅做法呢，要差唔多2個月呢，其實就幾乎慳咗2個月，咁大大縮短咗個工期。喺2023年政府推出簡約公屋嘅時候，我哋再一次構思將模塊化嘅比率再次提高，轉力層之上所有嘅結構變成 MIC， 包括樓梯間、所有嘅機房、走廊、電梯井道同埋天台嘅所有嘅構件，令到樓宇95% 嘅模組組件都可以重用，相當賦予呢一座樓宇第二次生命。呢個項目咧嘅要求咧，就係現場咧一定係要做最少嘢，咁先可以達到咧政府要求我哋嘅時間。咁而咧呢一個項目點解可以現場做得咁少嘢咧？其實我哋背後做嗰個設計最重要。喺結構嗰方面，呢一個係全 MIC， 全 MIC 係冇傳統嘅核心筒，佢跟傳統嘅 MIC 唔同。傳統嘅 MIC 佢嗰個原理就係有一個現場製造嘅一個核心筒，而每一個 MIC 嘅模組咧嚟到再去安上去，就抗風嘅能力就完全靠咗嗰個核心筒嘅。咁而我哋呢一個項目用咗全 MIC， 所以咧我哋係冇核心筒嘅。但表面上係冇核心筒，但係其實每一個 MIC 嘅模組，佢本身都係一個核心筒嘅能力。咁而一路砌上去，一路安裝嗰陣時，上層樓做好晒之後，其實抗風嘅能力就係本身成層樓就係一個核心筒嚟㗎啦。咁呢個就係我哋成個 Full MIC 嘅設計。喺呢一個結構個方面，我哋簡化咗現場嘅工作之後，但其實一啲非結構嘅現場，甚至去到可能一個樓梯嘅扶手，
我哋都係用咗組裝嘅方法。其實好似一個扶手咁樣，其實佢哋每一個位置傳統嘅方法係會喺現場會有燒焊啊，同埋亦都有好多濕工序、熱工序。咁我哋亦都喺呢一方面，我哋都好堅持，都係用模塊化嘅。工人現場嘅數目少咗，而佢哋用嘅工具亦都簡單咗，冇濕嘅工序，冇熱工序，成個地盤就係因為咁樣可以達到更加快、更加安全咁嘅效果。